咁而我覺得環保亦都係全球人類嘅責任嚟嘅，因為我哋只係有一個地球，我哋住喺呢個地球上咧，其實係好微細，每一個人都係好細小。但係如果每一個人能夠出啲力咧，我相信嗰個地球會更加美好。當我第一次同郭坤隊長講，我話希望佢批准我去南極。當批准咗之後咧，我真係守我自己嘅諾言，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係探險出身，咁要我去做適應探險呢啲事業咧，我唔到我唔諗有冇危險，咁所以我就賣咗我我自己本身住開最大嘅一層樓，咁我將個錢咧就係分咗去3份，一份大女，一份二女，一份我自己。點知嗰次去咗翻嚟咧，就即係唔甩得啦，已經一見鍾情啦。咁同時亦都喺嗰陣時咧，就係決定我要從事呢個工作。咁所以我又將第2層再賣，後期第3層再賣，到最後賣埋公司。所以有時去到啲朋友屋企咧，佢哋屋企好靚啊，睇見180度成個海啊，心裏邊有少少噏噏地嘅。我諗我嗰陣時嗰間樓都係180度睇緊日出日落嘅。咁我唔中意呢層就去落邊嗰一層，我再唔中意我就去咗長洲個小別墅度。嗰陣時都係咁啦，咁但係呢個只係幾秒鐘啊。咁我都係處之泰然，我覺得值得嘅，值得嘅。無論係幾多，我花費幾多，我覺得而家能夠揾到人生嘅一個我自己講係我自己最理想嘅，亦都可以講係能夠為社會服務嘅一個工作嘅，好過我擁有咁多嘢。咁而家咧係可以講係兩袖清風。我哋每一次考察完翻嚟有咁多資料啦，同埋有咁多實物啦，應該俾市民知道嘅。咁喺10年前成立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，因為目前據我喺世界各國嘅調查咧，就係全球冇一個館咧係包括有地球3個極嘅，南極、北極同埋青藏高原、珠穆朗瑪峰。若果能夠我哋中國或者香港做到一個3極嘅館，無論喺旅遊方面、喺國際形象方面，同埋喺教育方面、科研方面，都發揮個能量咧係好大。